踏入黃霑書房，窺看香港流行文化，浪奔浪流一聲笑。主持 Wasabi， 嘉賓主持吳俊雄。霑叔畢咗業之後呢，仲有好多唔同嘅兼職，其中一份呢，就喺電視台嘅工作。佢個人比較主動啦，而且係因為佢真係有嗰份才能啦，越做越多嘢做，同埋越做越突出。佢68年畢咗業之後5-6年間啦，其實都已經有寫專欄啊，報紙有地盤。嗰4-5年間，佢嗰個發展其實已經係去到一個係咪已經幾出名嘅地步啦？即係無論喺佢嘅表演事業啊、電視生涯，甚至乎係佢嘅文章、佢嘅才華，都已經好備受肯定。去到68年，佢都頗出名㗎啦。最近呢幾個月去訪問翻一啲，譬如阿霑叔嘅後輩啦，即係佢影響過嘅人、歌星、製作人，唔少都講翻佢哋最初認識霑叔，其實係大概1968年。即係當然唔係本人認識，而係可能睇到譬如麗的週刊嗰個封面，影咗個好靚仔嘅人叫電視王子咁嘅樣。咁其實一個出名嘅人嚟嘅，係一個有頭有面，係明星嚟嘅。咁所以其實68年佢已經係當時好初生嘅流行文化行裏邊一個明日之星啦，大家會睇住佢做嘢嘅人。其實同期佢做咗幾件都幾得意嘅作品，譬如有3樣我諗可以略略講。一個就係一隻叫謎嘅歌，即係謎語個謎，即係捉迷藏嗰個謎。咁喺個唱片嘅封套咧就有個問號喺度添嘅，就當年嘅女友娃娃72年度先出翻嘅隻唱片。其實作呢隻歌同埋詞咧應該係60幾年嘅，應該都係67、68左右。黃霑話嘅人生第一隻曲並詞作品，就係佢自己一手一腳作好個旋律，然後配埋歌詞上去，係國語嘅。另外佢作咗2隻，我覺得都得意嘅，60年代嘅後期，一隻咧叫 Tears of Love，英文歌嚟嘅，但係其實個調子咧係翻佢童年經歷，就係阿姚敏，上海顧嘉輝啦，所謂即係咁樣講，其實倒轉，即係姚敏喺歷史上嘅地位可能比顧嘉輝更高，就係姚敏作嘅《情人的眼淚》。就將佢變成英語歌詞，俾當年開始紅嘅 Chopsticks，筷子姊妹花，阿美娜同埋呢個仙杜拉呢個神奇嘅組合。佢兩個喺嗰個廣告歌界其實係已經好紅，喺呢個夜總會界好紅，喺唱片業啱啱係出頭。當年霑叔就唔知有半個監製人身份定係點樣，就喺佢哋嗰個唱片封底寫咗一段詞嘅，即係英文嘅解說。筷子姊妹花係一個好好嘅樂隊，我能夠幫佢寫詞係一件好光榮嘅事。大家要聽佢呢隻唱片裏邊咧不同風格嘅歌，全部都喺度。咁佢冇講就係其中一隻叫做 Tears of Love， 其實就係中國摩登嘅先驅，情人的眼淚，將佢變成一個香港摩登嘅歌詞，唔係西曲中詞啦，今次係中曲西詞，出自一個香港仔之手，再俾一個 Chopsticks 呢個組合，表面上好洋，但係其實對後尾本地粵語流行音樂個貢獻非常之大。另外一隻響大概1970、71都係黃霑創作較早期嘅作品，就叫做《愛你360年》。姚蘇蓉冇錯，調子咧就來自一隻半日本歌半原創啦。當時出唱片就係娛樂唱片公司，咁就話姚蘇蓉會唱呢隻歌，叫黃霑咧可唔可以填一隻詞？咁我哋後尾知道啦，黃霑填詞如果填得好嗰啲一定係遲到嘅。咁呢隻我哋360年咧，好似遲得好犀利，唔知有冇遲咗360，遲咗好耐。咁佢終於唔知點樣嘅場合底下俾人激將法定係點樣，即係你聽日唔交就唔使交啊咁樣。咁啊，終於聽日交咗。佢有記載翻呢樣嘢。佢話交咗出嚟之後咧，因為趕工咧，其實都麻麻地，但係就好有歷史嘅重要性。第一就係依然係國語詞，講緊係1971年。仲要係娛樂出版，娛樂後尾咪變成香港電視劇
係主題曲，所有楚留香啊等等東西嘅70年代後期70年代後期，主辦人啊劉東本身其實係玩爵士音樂、打鼓啊、吹色士風啊各樣嘅嘢。呢一個有趣嘅公司娛樂，就用一隻日本基礎嘅調子，交俾一個又係本地才華出眾但係未經考驗嘅年青人叫黃霑，就填一隻歌俾寶島歌后，即係來自台灣嘅類型歌后。即係唱嗰陣時，佢又喊，你聽到亦都會喊嗰種所謂類型歌后去唱呢一隻歌。嗰陣姚蘇蓉都已經紅㗎啦，係咪？紅啊，非常之紅。當年係我哋所謂香港刮緊台灣風啊嘛，好多台灣興嘅歌呢，好快會傳到嚟香港，甚至以3倍嘅速度係變成更加紅咁樣。咁就好大堆台灣歌星嚟香港演唱啊。黃霑嘅呢隻作品呢，亦都騎住呢一種所謂香港轉型，台灣風開始吹到嚟，變成將香港嗰種演藝風格有一個略略嘅轉變。咁又係佢其中一個里程咁樣。但係如果諗深一層呢，我講嗰啲嘢全部都係黃湛森嘅副業嚟嘅，反而佢嘅正職呢就冇詳細講。其實佢做呢份正職，當然對於佢當時要生活啊、要糊口係決定性啦。係。對於佢做其他令佢出名嘅事呢，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值得要翻轉頭少少。當佢教完阿鬱文聖經，覺得呢件事不可為之後呢，佢轉咗行嘅。其實即係教咗2年書，覺得有啲嘢唔應該再做落去啦。其實當時開始懷疑自己嘅信仰嘅。佢經常都讀聖經，我上佢書房見過佢啲聖經相關嘅著作呢，有一本叫 My Faith。好少見人讀聖經會間書，My Faith 都有注腳嘅，就真係同神對話嘅，真係好認真咁樣去一啲宗教嘅知識。佢收尾記載翻啦，開始懷疑，譬如佢一方面睇聖經睇得好出神，但係佢又中意睇哲學家嗰啲著作，特別譬如睇阿羅素，當時寫咗本書好出名，叫做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點解我係並不是一個基督徒，咁就洋洋蔓延去講，其實宗教係冇基礎嘅，信仰係你自己嘅嘢嚟嘅。咁佢又中意睇喎，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其實都宗教信仰有好多年，但係同時又吸收咗好多新知識，羅素、反戰、沙特嘅存在主義，唔好講佢睇咗好多唔應該睇嘅書啦，即係啲風月嘅書啊等等嘅嘢，佢有好多矛盾嘅。咁佢就話如果教書再落去係教英文同埋搞一樣咁矛盾嘅事呢，佢自己過唔到關，咁就都諗咗一輪轉工嘅。機緣巧合呢，有一次搭天星小輪就撞到一個朋友，咁個朋友呢就話佢做緊廣告行，咁公司請人，暫時見開都冇乜合適嘅人，唔知你有冇興趣呢？咁樣，咁佢諗都未諗過，即係廣告係乜咁佢都唔熟悉，但係就走咗去應徵，好快應徵咗之後就自然入選啦。即係相貌同埋才幹都咁出眾，好快入咗去。咁啊，第一份工其實係幫英美煙草公司廣告部揾客戶宣傳，即係各樣嘅嘢嚇。咁一做咗好多年，即係喺廣告行裏邊。其實1965年入行，去到大概1980幾年尾咧，先至離開廣告行。咁嗰啲由佢瞓醒到夜晚好多點都唔停嘅正職嚟嘅。其他寫專欄啊、寫歌詞啊嗰啲係我哋瞓到好冧嘅時候，即係佢做嘅嘢嚟嘅。即係12點之後開始寫歌詞啊，3點鐘開始寫專欄啊等等嘅嘢。咁啊導致後嚟好多脫稿事件，咁我哋遲啲先講啦嚇。咁但係佢嘅正職其實係廣告。當時入廣告呢，就我諗好有趣。事後睇翻，佢入到去廣告界，第一樣見到嘅就係一個好洋人嘅世界。特別譬如英美煙草，即係掛個名出嚟已經係英美啊。高層一定係西人。佢有一年68年呢，就去英國受訓。咁啊見到連飯堂都分級嘅，你食呢種餐，我食嗰種餐，即係你係食 fisherman's pie， 我就食 steak 咁樣嘅，即係大家食嘅嘢都唔同，好似連廁所都分開嘅。即係固然喺公司裏邊個工作嘅氣氛就係我哋要睇住上頭，西人做嘢，同埋香港始終係望住西方發達嘅地方，係即係我哋中意食嘅嘢係譬如吉百利朱古力糖啊、花街啊，係中意啲洋嘢咁。的確係呢啲西洋產品係當時最賣得，最受香港人歡迎。所以其實要做廣告呢，就接觸西洋嘅稿案，西洋嘅 campaign 所謂。浪奔浪流一聲笑，
主持 Wasabi， 嘉賓主持吳俊雄。其實成個香港1965年同西洋嗰個關係好矛盾嘅。譬如65年就係啱啱 Beatles 嚟香港之後1年，報紙個態度二分得好犀利嘅。當時有一堆報紙就話個新時代到臨，一種新嘅英倫之星咁已經到香港。另一邊就話狂人襲港，即係一班癲嘅人，頭髮長成咁，唔知佢係男定女，追隨佢嘅 fans 喺呢個啟德機場開始一路嗌到樂宮戲院咁樣，呢件世風日下嘅事。咁其實一個已經挑撥起好大嘅震撼，個年青人追西洋潮流呢樣嘢。咁所以其實1960年已經係一個第一係年青嘅世界，第二一個崇洋嘅世界嚟。咁開始覺得最洋最潮，人類最偉大嘅事就係西洋嘢。咁對洋係好感。但係另外唔好忘記就係1965年跟住過1年呢，就係天星小輪騷動。就係講緊一個殖民政府咧，容許一個天星呢個咁民間嘅機構咧，加價釀成一啲騷動，年青人非常之唔高興，蘇守忠出嚟絕食，喺呢個復活清明期間就有成2日嘅戒嚴，咁年青人開始即係將自己擺上地圖。咁再過多1年，1967年就更加大規模嘅暴動啦。咁因為沙廠工潮事件，即係1967年5月開始，去到11月都冇停㗎。譬如 TVB 開台係11月廿6號，當時仲有土製炸彈喺市區裏邊爆發嘅。無論邊個啱邊個錯，對殖民政府嗰個壓力係好大。一般年青人唔中意呢種政治狀態呢，係冇得拗嘅。咁所以如果你諗翻啊，黃湛森佢1965年加入英美煙草，佢頭頂有好多西人喺度，非常之氣焰咧。其實大啲嗰個圖畫係年青人點樣對待西洋，點樣對待殖民統治。簡單講一句就係又愛又恨。即係一方面覺得洋係好潮，追求西洋嘅嘢係正嘅嘢。咁呢個1950年代已經開始㗎啦。咁最靚嘅電影就係西片咁樣嚇。但係同時殖民地由譬如石硤尾大火開始，不斷都製造咗制水啊，有人冇屋住啊，教育時時都唔能夠上軌道啊，呢一堆嘅怨恨。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充滿咗張力嘅時候。咁黃湛森咧就喺呢個時候走入去做廣告，咁就發生咗好多得意嘅事。咁黃湛森呢個年青人65年咧，佢24歲。走得入去英美煙草公司，遇咗一班洋人，佢點樣去做好佢嘅本分呢？我後尾咧就訪問翻一啲當時同佢有合作廣告業嘅一啲朋友，當時記錄唔多㗎，即係詹叔自己記低嘅事件亦都唔多，當時佢做嘅產品剩翻嚟嘅記錄都唔多。嗰個我哋如果日後講文化保存咧，講成晚都得㗎啦。咁但係我哋做咗少少所謂口述歷史咧，就同翻嗰啲朋友傾翻咧，就發覺當時好似黃湛森一樣，可以喺咁樣嘅世界走到出嚟。我哋頭先講話佢都開始略有名氣啊，等等嘅嘢咧，其實完全唔容易嘅。咁就發覺黃詹叔咧，當時有幾樣嘢同工裏邊已經覺得好突出嘅。雖然佢只係20幾歲咁樣。第一咧就係當時好多喺行裏邊做嘅人，一係就英文好叻。一係就中文好叻，英文人當然英文好叻啦，即係洋人 boss 嗰啲當然英文好叻啦。咁好多文稿啊，啲案其實都係響西方先嚟嘅，即係譬如可口可樂一個跨國公司，當然佢用可口可樂嘅文案就成個抌過嚟俾亞洲區，或者 Johnson 咁樣就成個亞洲區要睇住點樣去跟住翻譯啊，咁樣做落去。咁所以英文先行。但係當時行裏邊咧有好多文人，譬如寫文案嘅咧，其實係上一代人，受上海教育，琴棋書畫同埋文字功夫非常了得，無所不精。無所不精，都唔係無所不精，主要精文言文，主要精宋詞同埋元曲，但係唔懂廣東話，唔懂本地人其實飲可口可樂嗰陣時嗰種感覺係點樣樣。詹叔特別嘅地方就係佢英文好，假假地都香港大學畢業，喇沙浸淫咗7年，中文好好，即係佢一個同時可以喺英文同中文世界裏邊都做得咁出色嘅人。咁以當時一個24歲嘅年輕人呢，呢個已經唔簡單。另外就係呢個人呢，據朋友講呢，就係完全冇架子，
非常之好學。雖然佢個職位其實係略高級㗎啦，已經即係入到去大學生咁樣做緊一啲同創作相關嘅嘢，但係佢完全唔記做埋市場嘅部分。譬如話你要創作一件文稿，嗰樣嘢點樣可以打動到一般人嘅人心呢？有時你可以坐喺冷氣房裏邊作一啲詩詞出嚟，亦都可以真係出去。譬如你做煙嘅，呢位朋友講嘅就係你要出去派煙，你茶樓派俾啲冇着上衣嘅地盤工人，俾包煙佢食，然後睇佢反應點樣樣，就將佢嘅一言一語、言談表情記錄翻落嚟，然後變成你將來真係出嘅文案呢，即係捕捉邊一種心情。呢位朋友講呢，就係廣告行裏邊大部分人都唔做呢件事㗎啦。我係寫稿人，我就唔會去茶樓㗎啦。咁啊，黃霑呢就好中意去茶樓嘅。平時你冇工作俾佢呢，佢都會去茶樓啊，去一啲戲院門口啊，咁同人搭嗲嘅。咁完全唔驚派煙，完全唔驚冇着上衣嘅男人啊等等嘅嘢，咁都做得好好嘅。對上級對下屬態度一模一樣，非常之開放，非常之好學。第三樣呢，就係佢覺得霑叔即使係咁後生嗰陣時呢，諗嘢冇乜框框，好覺得有啲嘢如果你係想賣俾乜嘢人，你就貼近嗰啲人嘅想法啦。如果你係賣俾豬肉佬嘅，你拍一個廣告片應該起碼有豬肉啩，即係個畫面上邊有人抬豬啩，冇理由係講一個冷氣間裏邊發生嘅事。好想貼近對象，咁寫文要貼近讀者，作歌要貼近聽眾，做廣告呢要貼近你用嗰個產品嘅人。咁佢冇框框嘅。如果呢個產品本身係平平地，我哋今日所謂 cheap 嘢呢，咪做 cheap 啲咯。嗰個對象可以調低啲。咁呢個對於佢日後寫一啲文案嗰陣時都非常之緊要。以前一啲西洋開始嚟嘅廣告呢，好多時大家唔敢喐嘅，即係話呢個係總部嚟嘅嘢。係啊。咁究竟點翻譯呢？咁樣樣。係。咁有時翻譯起嚟又驚驚地。香港又有一套翻譯，台灣有一套翻譯，即係不敢越雷池半步，更加唔係好敢作一啲譬如本地人先至明嘅一啲口號去加強嗰件產品嗰個吸引力。但係霑叔就唔驚呢樣嘢，反而覺得呢樣嘢就係最大嘅任務。就係佢翻工嗰陣時見到上邊有西人，再隔離少少呢有上海人，兩班人其實都唔懂本地人。你要賣產品，產品係80%嘅人講廣東話噶嘛，係本地人嚟噶嘛。咁點樣將一啲嘢變成本地人嘅口語、本地人嘅感性，一定要翻譯。如果個翻譯唔可以係字譯，一定係要意譯，一定成個意思出到嚟。咁佢呢種破框嘅打法呢，就令到佢後尾產生即係做咗好多膾炙人口。咁當年嚟講係劃時代嘅。譬如佢將可口可樂 is the real thing， 咁佢啲同僚呢拗穿頭都唔知點樣翻譯呢樣嘢。is the real thing， 佢就將佢變成一個好廣東話嘅東西，叫認真好嘢，又真又好。is the real thing 有嗰個 exclamation mark 㗎嘛，係個感嘆號㗎嘛，認真好嘢。賣白蘭地好出名啦，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咁又押韻，又好意頭。泛美航空公司一生人起碼到世界旅行一次，好易明又好遐想嘅嘢。你覺得你都可能下一來你會坐到泛美，都好希望。生力啤真正朋友，4個字好簡單。當時有班上海人唔會用呢種字，西人唔知點樣用呢啲字，但係黃霑行先咗呢樣嘢，以羅果子鹽清熱氣。當然唔係佢最早期一入去就做呢一種創作，慢慢喺60年代尾、70年代初，譬如人頭馬一開係71年，我記得係，咁慢慢開始積累咗一啲信心呢，就真係將嗰種所謂西洋摩登潮流變成一種本地感覺。浪奔浪流一聲笑。今晚呢，我就想揀霑叔人生第一次曲並詞嘅作品，1967年作嘅，單得個字叫做迷，主唱嘅就係華娃，隻歌本身幾好聽㗎，係即係當年嗰時代曲嗰種調子，寫嘅內容亦都同阿霑叔後期嘅一種心情都相似嘅。人生係偶然相遇，點解會生情呢？情究竟是怎樣來嘅呢？冇人可以知道。我和你偶然的相遇，為什麼會生情意？難道人生只是一個謎？沒有人知道謎底。
说起，从此我一生永远有个你，你的是我爱你。一講起廣告呢，我就真係成個人醒晒啦！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探討黃霑嘅廣告世界。